一年一度的特优里长、职优民政人员以及资深里长的颁奖表扬大会，今年度总共有177位候选资格，由市长吴伟霆予以颁奖表扬，感谢因伫第一线守护市民，回应民众的需求。不管是进前的肺炎疫情，或是天高热的防疫自清，高度肯定是台南之光。里邻长是我们最基层的单位。那对于地方自治也好，对于市民的需求也好，对于基层的建设也好，往往都是第一线最直接的反应。所以说，我们特别重视我们里长跟邻长他们的一个辛苦。那尤其在这次的防疫作战中，里长跟邻长扮演的第一线最直接的这个防疫先锋。那所以我们特别谢谢里长跟邻长的支持跟支援，能够让不管是在防疫，或是之前的 COVID-19 的防疫，或现在的登革热防疫，或者是一般的市政的推动，都谢谢他们。那我们将来对于绩优里邻长以及资深里邻长以及我们民政人员，我们都会给予更大的肯定。今日每一位候选人员拢是为民服务的模范，其中担市东区陆良里甲专南里服务满40天的资深里长陈良彬甲洪孟富。嘛热诚向大家分享因人生精华岁月，奉献为民服务的心声。当里长的，人讲酸甜苦涩足济啦吼，但是对我来讲吼，我着抱三个信念，就是欢喜心认真做吼，甘愿受吼，所以一路走来，就是很多的感慨跟。要敢若讲，嘛感觉真欢喜，讲会当为大家服务啦吼。当了40年里长哦，感受当然很多啦，酸甜苦辣都有啦。那其中等于当里长也是在写历史了，个人的写历史了。一点点滴滴讲不完，但是点滴在心头，就是说每服务一件案件。那你的心情会很快乐。民政局每一档接到表扬，不只是一份任务，嘛是日后对着市民的承担甲责任，持续发挥促进台南地方治理的重要任务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